五戒就是指的是杀盗淫妄酒。那杀盗淫妄酒呢，就是我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然后不饮酒，这是我们在持斋的人非常需要去做到的事情。那不杀生护生呢，它其实就是慈悲为忍，然后不盗、施舍、清廉为义，不淫尊重，然后尊重为礼，然后不起纯真，然后笃信为信，诚笃为信，然后不乱食用，然后明达为智。这也就是呼应了就是五常仁义礼智信。好，那后学这边要来分享一个小故事，那这个地方就是分享一支影片，让大家稍微看一下。有一位本来啊，伊就是虔诚、信法、听法、受五戒。所以啊，不管若是有啥物代志呢，伊拢是弘扬化。慈济同口味，慈济医院慈济大学创办者，慈济电视台、大爱电视台创办者郑元宏老师说很红火。伊家己感觉讲，我哪会定定会当弘扬化解呢？去问伊的师父，师父就讲，因为你持五戒，所以有25位护法神伫咧保护你啊！伊真欢喜，真得意啊！感觉讲，平时生活都拢有25个护法神伫我的身边啊！我还阁惊啥物呢？所以啊，恐高骄傲心开始呢，累积起来，真肥的心对人一点仔都无欠伊。搁再呢，本来伊会晓尊重生命如数啊，却是呢，伊感觉讲烦啊，通彻了解啦，哪会着遐尼遮执着呢？安尼呢，也慢慢啊，从伊的口欲搁开始。五戒呢，就慢慢淡掉啦。一天，食饱饭了后，感觉到忝啊，休息一下啊。在迄个休息中呢，听到讲，咱对这种呢心心不清净的人，咱要搁再继续守护伊吗？每一个界的护法神啊，开始就讲，看伊这种的行为，我嘛是会当放弃。安尼呢，五戒啊，25个护法神啊，就批评伊的生活呢，无用心伫咧持戒。25个护法神，那就到今仔日为止，拢总离开啦。伊好亲像听到人伫咧批评伊，知影呢，
这就是伊的护法神，真丰强啊！真正我的护法神拢总无去啊嘛，过去请教伊的师父。师父一看到伊来就摇头啊，叹气啊，可惜啊，可惜，可惜什么呢？可惜你五戒啊，一定损失掉去啦。啊，师父哪会知？看你的形式啊，已经不是过去。有迄个道气伫你的身躯，你的道气拢消失啊！安尼要安怎啊？大忏悔，重新来。这里。建凯老师没有声音哦。不好意思，那个我们刚刚看完这个小影片呢，结束之后呢，我们可以知道啊，我们其实守五戒的人啊，我们身边啊都有25位护法神在照应着我们，在保护着我们哦。那如果我们呢，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呢，不去，就是在持斋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亲口了，也学习持斋，那我们却不守好我们的五戒，其实我们的护法神是会慢慢的摇头，然后就离我们而去的哦，这样子是非常的可惜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知道一下我们立愿的意义哦。我们立愿呢，就是人若无知啊，就是如脱缰野马，就是无舵之舟，心性不定。然后茫然若失，修道也是这样子哦，就是没有立下大愿，依愿而行的话是很难去证道的。那师尊呢，当然有说过，就是愿是一种心境的升华，它是对个人的一种激励，然后是对道路的牵引，然后对道场的共励，对上帝的一种承诺，是一种使命的珍重，来忠贞，然后对于冤孽的一种信任，对祖先的一种安慰，然后对自己更是一个交代。如果我们没有愿呢，怎么会有志向流落？没有志向，哪来的愿力的表白？那济公老师有说，就是素食清口当立愿，有愿有凭祭先天，然后三观大帝不终极。也就是说，我们在立愿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在天上都是有记录的哦，就是我们在立完愿之后，天上帮我们记述我们是有做这个清口的，然后甚至就是有做这个立大愿的，然后它会依照着我们立的这个愿力啊，就是冥冥当中去帮我们推行，去帮助我们完成这个愿力哦。立下清口愿是有凭有据，因为它有立表文，就是实时的凭据。当我们立了清口愿之后呢，这个济公老师啊，他可以依据这个凭据来为我们徒儿去化解我调解，不是化解，后学更正是调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一些诸事不顺啊，可能我们认为这是我们6万多年来的业力来追讨。那这时候我们因为有立下清口愿，济公老师呢，他会因为我们有这个清口的愿力，然后当做这个凭据去跟我们的冤欠，然后去做调解，就是说这个徒儿他平常是有在修行的，他也是有在立他的功德的。那我们先用一部分的功德来化解我们现在这个要追讨的部分。那我们给这个修行的这个徒儿，给我的徒儿一些时间，他在往后一定会去立下功德，然后再把这个功德的部分还给你，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立下清口愿其实是非常的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求到没有立清口的话，
其实老师啊，他是没办法帮我们去做一个，就是跟我们的冤欠啊，是好好去做调解的。因为无形大德呢，他们是看这个有凭有据，就跟我们去跟银行借款一样，我们看的是白纸黑字这个借条，而不是凭口，就是口说无凭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今天立了清口院之后呢，今天他依据了这个凭据，会先放过我们，就是让我们去修行，然后等到我们功德有办法去抵住这个冤欠的业债的时候呢，就是慢慢的去偿还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记得我们平常一定要好好的不断的履行我们的修行，修办道，然后累积我们的功德，这样子的时候呢，才有办法还我们的冤欠哈。那济公老师也说，愿力是一种保证，也就是说，我们立了这个清口愿呢，可以做保证，那为师就可以帮我们去承担一些对，那承担只是一个担保的部分，就是老师就算拨再多功德，也只能帮徒儿挡一部分的业债而已。因为老母其实是有说过，就是叫济公老师其实不要对徒儿太好，就是说，我们业力这么的深重，可是为师，那个老师非常的慈悲，他就是很希望用他毕生呢，就是他身上的所有的功德，然后来帮助我们徒儿去挡这个业债。可是呢，因为这个是老母交代的，所以老师呢，他顶多就是只能帮我们去做一个抵挡一部分，不能帮我们全部偿还。那么在那个南海古佛也有慈悲，就是说我们立愿的话，其实就是上天可以去帮我们去挡住这个累劫所地下的业力，这样子呢，才能在我们平常的修行啊，才能是一个有这个保护伞，那我们可以行功了愿，修身养性，行修办道，然后建立功德。可见呢，我们这个立愿是非常的一个重要的哦。那上天要怎么来做见证？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是有这个立愿的，上天他才能知道说有这个有凭有据的东西。好，因为这边有点重复，或者没注意到，那我们这边先带过。好，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古圣贤啊，其实他们都是去立大愿。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地藏王菩萨是不是常知道说，地藏王菩萨的一个宏愿就是地府不空，誓不成佛。也就是说，地府在哪里？地府就是我们常讲的，就是我们人啊，如果没有求到，离开这个肉身之后，第一个去报道的地方就是地府。那弥勒祖师呢，就是我们的弥勒佛，他就是希望是化娑婆为人间净土，就是我们所谓的化娑婆世界为莲花邦。那观世音菩萨就是12悲愿，就是众生度尽，方证菩提。那阿弥陀佛呢是发48愿，然后愿度众生入净土，然后护照西方极乐世界。那释迦牟尼佛是发誓弘誓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然后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那我们济公老师是说，为师有愿力，希望大家都能成佛，达到圆满究竟，然后超脱苦海。好，那到这边是立大愿，我们立愿的部分。那后学要分享的是自己亲身的一个故事。后学自己本身其实也是有立大愿的。那立大愿的因缘是怎么样？就是当时候后学大概是在前几年，然后就是有一些状况，就是大概有以下一些状况，就是家里大概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然后呢，就是我们家的小孩其实是对于长辈是一个不会特别去行孝，就是不会去可能关注父母有没有吃饭啊，或者是一些需求等等的。那再来就是那个时候后学刚好是在读书的期间，然后就是有边读书，那个时候算是延毕啦，然后可是有去工作。而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后学爸爸他就是有大概有2次吧，连续应该将近间隔1年多，然后就是2度的小脑中风。那怎么样知道呢？就是说他在言行举止上面是有一点变化，他讲话是不太清楚的，就是会口舌啊，就是咬舌头这种感觉。那其实他本身是不知道，可是我们听到的，我们知道是他是讲话是不太清楚的。
那个时候因为后学在工作，然后可是那个时候的工作是没办法让后学就是顺利下班去医院看后学爸爸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的有一点苦恼。再来呢，就是因为那时候后学刚好就是有交往的对象，然后就不利分手了。他分手之后呢，就是心情就有点，大概都是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就是非常的郁卒。然后再加上就是分手过后呢，然后又遇到了一些买东西上面被骗，然后骗了不少钱，因为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种购买的方式，然后后者没经验，然后就被骗走。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时候一般状况可能我们常人都会觉得说，我们就是玩游戏啊，或者是出去找朋友啊，散散心就可以解决了，或者是唱歌啊、喝酒等等的。那后学我们在道场不会做这些事情，然后再加上就是后学那个时候心情是没办法可以去跟大家出去正常的游玩，然后再就是隔天还是需要上班的，所以那个时候后学大家心情是达到一个非常的谷底的状态，可是又没办法表现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后学就是刚好到昆山火师团学习不久，然后那时候因为以前听道场就是有分享说，如果有事就是生活不利的话，就是可以去立大愿，就是说你真的发生了重大的事情，非常不能过这个关，那你就可以去立大愿。所以后学就脑中就突然蹦出立大愿这一个事情。那后学那时候刚好在昆山火师团学习，就问了重回领任，那跟领任说，后学是可以去立大愿的吗？然后领任那时候就是笑着回后学，就是讲说，当然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去立大愿，因为那时候后学是对道场文化是不是很了解的，而且对道其实是不明白，然后再来呢就是又遇到了这么多事情，然后心里就是一栽下去就觉得说，我就该去立大愿。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立了这个因缘之后呢，就跟重会领任就是问说，那后学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呢，后学这个领任就跟后学讲说，我们就是可以到任何一个佛堂的，然后去准备香花场布，然后准备100炷香，然后这时候我们要带一个诚心的心啊，就是我们那时候的心是非常的诚心这样子，然后去立这个大愿。然后后学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就是电话一挂断之后，后学就马上就去火师团，然后因为那时候都没人，所以后学就该准备的都准备好，反正就有点像是死马当活马医，就觉得这件事情我就过去就扣完，应该试试看嘛，因为反正也没有做过。那后学就问了领任说，那后学该怎么办？那他就跟后学讲，我们如果要去立大愿，就是要扣慈悲头的佛号。那慈悲头的佛号呢，大概就是下面这里，我们大概知道，就是说从明明上帝1000扣手，然后诸天神人500扣手，然后弥勒祖师500扣手，南海古佛300扣手，佛不师尊300扣手，月儿菩萨300扣手，贝尔法会祖300扣手，院长100扣手，就是我们道场常讲的3300扣手。对，那后学就是也可以教大家，就是来立这个大愿。其实后学真的非常推荐立大愿这件事情，因为在立大愿这时候呢，会先讲我们该怎么做，就是我们在三盏佛当点完之后呢，就是先一个坐一跪，然后10叩首之后，我们诚心抱手，向上天表明我们自己想要立大愿的一些内容，就是越明确越好。比如说我们想要学习当讲师，比如说我们想要每天回向给谁，或者是愿意帮办佛堂等等的，那给自己一个时间限制，去督促自己有没有办法去实行这个愿力。那我们不用担心说这个愿力立得太大，比如说我们想要去度100个众生，可能太大，可能想说，这我此生都不可能办到。可是如果说今天我们给自己一个比较小的目标，但是又不会太简单的，比如说我们就度2个众生就好，这样可能1-2年以内都有机会去办到。那如果我们给自己一点数量，比如说我希望我在1年内可以度20众，那听起来好像是非常的困难，可是实际上就是给自己努力的一个目标，因为它是一个在你的压力上是可以接受，但是你又可以去实行看看的一个方式。
好。那后学当初立了一个大概5年的愿，然后希望我可以去度50个众生，然后希望可以承担佛堂的讲师，然后可以为佛堂奉献，然后甚至就是每日诵经回向，然后希望就是因为我们家里的状况不是很好，然后后学也是希望说借由就是以上的状态，可以让后学可以激进一点，让我们家里可以回到佛堂一起学修讲办行，那甚至就可以把我们这些做的功德啊，都可以回向给我们的6万多年来的这些业力这些众生。那后学分享说，这个立大愿结束之后，其实后学应该可以说，有可能是冥冥当中济公老师啊，或者是上天慈悲拨转给后学很多的机会。在没有立大愿之前，后学其实是对于生活是一个很迷茫的状态。那后学那个时候刚立完大愿大概扣完3300扣手，扣了非常久，后学大概扣了1个半小时才把它扣完。因为我们平常3300扣手可能会觉得太多了，可能我们在念那个百扣手的时候，就是会1再3、4、5、6、7、8、9、1，然后就会念得非常快。可是那时候后学因为心里非常的恐慌迷茫，所以觉得立大愿这件事情一定很庄严，很就是非常的庄重，所以就是扣得非常慢。那就是有点像是在读秒这样子，就是1再3、4、5、6、7、8、9、1，然后就这样子扣了3300扣手，把它扣完之后，或许那个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刚扣完的时候，那个脑袋是非常的纯净，非常的干净，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其他想法。可是扣完之后，或许就心里就想说，可是我刚立了这么多好像非常困难的愿力，那后续该怎么办？也没有想法。那后续就过了那一天之后，就回到了生活里面去继续的生活嘛，就工作的工作，上课的上课，然后就下班之后就回到伙食团就学习，然后学长姐给后学什么任务，后学就学习。结果渐渐的就是后学觉得就是仙佛的拨转，他就给后学了很多机会，因为从那之后开始其实伙食团就开了非常多的不一样的改变的课程，比如说明德班的开启，那让后学可以就是那个时候很激进的就会想说，我们有这些课程，那后学因为要写预告文，所以就会去看了很多的别人的讲座，然后非常的细心去听别人的讲座到底都分享了些什么东西，那借此呢其实就是在完成要承担讲师的部分。因为听了越多不同讲师的课程，其实我们其实脑中都是存在我们阿赖耶识很多的记忆，那把这个东西凝聚下来之后，在往后的课程其实它都是一个连结的关键，就是每一个课程都有每个课程可以连结的一个课题。那其实就是做讲师的，就是我们可以尽可能的把这些困难的东西化为简单，让大家都听得懂。那或许那个时候就是开始听了很多讲座之后，就发现越来越能明白为什么很多前贤愿意奉献在佛堂，然后愿意去承担讲课，然后愿意去学修讲办行，然后做三师等等的，就是从伙食团很多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勉励，然后都去做。比如说财师的话，我们就每天都会投福田布满，然后法师就是会做读经回向，然后五位师呢，就是我们可能会当厨师或者是打扫伙食团，然后甚至呢，就是我们还会就是做志工，然后服务大众这样子。对，这无意当中就是每天持续的这样做，就是给自己这个习惯。那也有像后学之前分享的一堂课，就是祝祷文，就是济公老师跟我们讲，我早上读一次，晚上读一次。这个习惯呢，其实要告诉我，其实我们都是原胎佛子，我们都是从天上下来的有缘的佛子嘛，所以我们才会聚在一起。我们有一句话是这么说，就是那个叫什么？有一个名词叫做吸引力法则，然后后学突然忘记后学刚刚要分享的东西。总而言之，就是磁场相近的人呢，他们就会聚在一起。对，那借此呢，就是后学一次一次就是遇到了怎么样子的一个
比如说伙食团的任务也好，或者是后学给自己的任务也好，其实无意间都是在完成后学自己立的这个愿力。虽然现在完成度可能还没有进到50%，但是其实后学也是每天的不断，就是去回想说，当初我立的愿已经过了多久了，然后我们完成多少。对，就是像第一个我们要度众生，就是不外乎就是要多听一些可能道场，不是道场，就是非常多的道理啊，或者是非常多的人生的一些课题。知道了这么多之后，去跟不同的人分享的时候，其实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分享。比如说跟年轻人分享，你要用年轻人的语言；跟前贤分享，你要用前贤听得懂的语言；然后跟自己的长辈分享，你要用长辈能理解，然后可以愿意接受的语言去跟他分享。所以这无意间当中，就是不断的去精进自己，然后去听不同的课，不同的讲者分享或讲师分享的东西，不仅仅是道场的东西，佛教的也好，或是基督教的也好，或是后学近期都很会去听有一个讲座叫做 TED，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是非常多就是历练很深厚或者是有一点成绩的一些讲者来分享他自己18分钟的人生故事。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可以连接在成全众生或者是度化学弟妹也都好，因为后学现在在伙食团的任务就是要成全学弟妹，所以就是年轻人要懂得语言，就是要让学弟妹可以理解也可以听得懂，对，就这样。那后学分享后学立大愿的一些故事是这样，那我们最后要来分享是信愿行真，就是我们立了大愿就要去做嘛。那后学想要分享是我们不修行菩萨，这个不修行菩萨是在8一崇德的大姑前人，应该大家都知道。那不修行菩萨就是在成就不修行菩萨之前呢，他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愿力，就是说他希望可以带领着大家就是成佛。成圣成佛，那愿力才会去终止。所以我们其实不少人应该会有听过说，8一崇德的大姑前人，其实在每一年啊，他的愿力啊，并不是只有当初可能1年度10众或20众这样子，他每一年都会换不同的愿力，而且甚至他的愿力是越来越困难，越来越让我们一般的前贤会觉得，好像不太可能达到的状态。对，这就是不修行菩萨后学觉得非常不容易的地方，因为愿力我们可能会觉得被自己的一个能力给框住，可是实际上能力这种东西呢，它是需要去突破极限的，因为人的极限是人的潜能是没有极限的，限制自己极限的人终究是自己。对，所以我们其实是把我们的愿力立下去之后，其实去完成我们的愿力，才是我们真正该做的事情。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后学这个地方就没办法多做分享。那最后后学要来分享，就是说我们在道场信愿行正该怎么做？就是我们平常只要有时间，我们都可以去好好的去反思啊，或者是去叩首啊，去忏悔，去沾湿并进啊。然后甚至就是我们要去认理实修，然后就是要同心同德，也就是说我们要跟这个前贤是要有共心共家的法传，所以要互相帮忙去度化众生，不是就是一个孤军奋战，这样子会很可惜。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正心修身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的身心就是持斋我们就要身心嘛，我们要作为别人的榜样，然后要善尽我们的天职。那再来就是我们要去立愿了愿，然后精进不懈，就是立了我们就该去好好的做，然后开欢阐道，弘法利生，就是我们所谓的度化众生。好，那结语呢，我有要分享，就是济公老师说，我们立愿惊天地，报愿圆心还，就是一个圆一个心嘛，圆心还。那守愿如守命，当愿不负天。要记住，立愿是一时，了愿是一辈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立愿可能是我们这个时候的状态去立的东西，可是它就是我们这一辈子要去了愿的事情。对，那这一段话其实后学大概每一个课程都会再讲一次，就是行尽世间天下路，唯有修行不误人。就是我们在道场学习的每一件事情，每一寸都是一个我们自己补充自己能量的一个资粮。
还记得我们之前有分享过无限生命哦。如果我们在无限生命100分是我们的目的地，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立下的，我们从此刻立愿是我们的起点开始算，那完成这个愿力